咱犹原兄弟用许多圣经做咱对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墓。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启应文，我来启恁来用。伫启文第56篇，启应文第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道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虽因有权，诚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诚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恩上加恩，赐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这是三个压头来祈祷。亲爱的爸，感谢你的疼，你的恩手拢无离开阮，无放下阮。阮要学了你，爱你甲直到永远。主啊，阮感谢你，遮尔啊疼阮，伫听阮的祈祷。伫听候祈祷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忍耐，这真正是一个挑战。但是阮感谢你，感谢你搁我诚做阮的帮衬，甲我靠，鼓励阮爱有信心，甲毋茫随时的祈祷，甲你相结连。阮承认常常伫生活中无用，袂记得抬头找求你，求你将找求你的渴慕放伫阮的心中。阮逐工拢较亲近你，互阮伫找求你的时，会当得到力量、智慧甲平安。即使环境变动，阮犹原安稳。为着台北车站8节白节所发生的事件祈祷，互阮袂得惊吓，求主赐下平安，甲阮同在。因为阮知你咧看顾，咧掌权，我愿阮逐工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来回应你。伫圣诞节节期中，充满着喜乐，大家拢在高举你的性命，看到你的国临到。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2025年耶稣基督圣诞主日第一小点，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娱乐礼拜，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联合聚会。会后赠送参加的一份圣诞礼物，祝全体兄弟圣诞快乐，新年蒙福。第2点，本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
小会接纳名单，请看第8页。第3小点，本主日下晡3点到5点半举办圣诞活动，幸福家乐中圣诞特调，地点伫敬拜中心。表演的内容有圣诞表演、摸彩、欢迎全家莅临观赏。第4点，本主日下晡6点到8点举办圣诞大聚餐，地点伫敬拜中心，敬请有报名的准时来参加。第5小点。10月25拜四下晡5点到8点半，伫2025年高雄圣诞嘉年华会迈向金光，由高雄市政府甲高福明连结正教会共同举办，地点伫中央公园。内底除了食饮耍乐以外，阁有摸彩请欢迎兄弟向办公室来领黄油券，一个人会当摕1张。客完为止。第2大点，下主日12月27到28举行2025年第6遍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有备心拱手圣餐同沐主恩。第3，本会定伫10月31拜3暗时10点到12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跨年祈祷会，内容有敬拜、信息、祈祷、迎新年。倒算计时甲宵夜，欢迎兄弟伫个12月28礼拜前，踊跃向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无报名的无办法领取宵夜。当天拜3祈祷会配合，隔礼拜的拜3暗时祈祷会恢复伫8点，教会互动。来第4点，2026年每日现金4亿。开始来订购，费用有500，细本的、大本的是605，请伫10月28礼拜前向陈培芬干事购买并纳钱。请小组长来合作。第5点，本会定伫10月28礼拜下晡3点到6点，2点半开当工开始来报道，伫富堂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对象有2025年度新家人甲幸福副长、长老、小组长，敬请伫10月24拜3前上网络，也是向小组长来报名。第6，本会发送2026年油厂教会月历福音经验，敬请兄弟以家为单位，1户1份，莫加客伫办公室签名来领取。第7，本会2026年度逐项奉献甲10月28日前截止，线顶奉献也相共。需要领取2025年奉献证明的兄弟，请留意。这是咱的补充报告。第8点，本主日屏东北大年之家伫前内本会广场2月有杨马路、杨玲、圣诞红，阁该协会主要安置109位心脏障碍的囡仔。2月所得作为因买衫裤、买鞋仔，欢迎兄弟前往购买。第2大点，具体消息。上旬，本会林国庆兄弟另自单立华姊妹伫12月13拜6安息，定伫12月24拜3上午7点伫高雄市市立殡仪馆举行丧礼。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2点，上座会报告。和第教会顾大众兄弟伫12月11拜3蒙主恩调安息主怀，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并请上座会会员交上座会费。3，合作社报告，敬请社员伫12月26拜5前完成12月份股金存款甲还贷款，一日年终结算。第3，教界消息，请陈牧师。教界消息就是咱教会出身陈信昌牧师伫明年的正月11下晡3点，要举行真庭退休的感恩礼拜吼。感谢主，这是咱教会应该是头一位吼做牧师搁真庭退休吼，真难得。伫南门长老教会若要参加兄弟，一定爱加彼个
咱的办公室报名哈，才会当分备办车辆。以上报告。咱即是来看圣经，今仔日的圣经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马太2章1节到12节，伊这个经文嘛伊倒来，我说毋知影。是的，我来读吼，因为这经文是毋免来用的吼。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大的伯利恒。有几来博士对东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就背北，同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正祭司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师，问因基督着伫什么所在出世呢？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者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暗前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请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固定。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木药，搁伫民梦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这是今日的圣经以上。学了，请教会圣歌队。
感谢圣乐队用遮尔啊水的歌声来讹乐上帝，一切荣耀归伫上帝。即时，咱要来讲到题目是奇妙的圣诞，奇妙的圣诞。但无书请。兄弟姊妹，大家圣诞快乐！感谢主哦，今日是圣诞的主日，普天的教会拢用讹乐的歌声来讹乐耶稣基督的降生。那甲天使报佳音讲，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予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咱看见整个的世界充满足多无平安，望耶稣基督的降生
会当互人得到平安。伊是和平的领军，伊是奇妙的牧师，伊是永远伫地爸，伊是咱的救主。感谢主，咱会使去牧师头拄读马太福音2章1节到12节，咧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每一人拢有每一人降生的故事。一个人若出世伫迄个太平时期，甲伫战争的时期，还是一个人出世伫足青影的时期，还是伊的迄个家庭家道中落落魄的时，出世伫好家的时，还是伫丧凶的时，迄个造物甲命运是足无共款。毋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出世伫马槽，佮甲下伫马座，真卑微的所在，真特别的出生，毋过有上帝伊的计划，也有上帝美好的旨意。那甲迄个中国有一个圣言即个名字即句话咱拢常常会用啦讲天将降大临伫树林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先避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精益其所不能。这台语真歹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避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这个名著这句话，互咱知影讲，一个特别的人，有时伊的出世是真卑微的，有时出世伫战乱的中间，有时伫真艰苦的中间，但是这个人反倒转会当受兴起，大大互上帝使用。兄弟姊妹，毋知你出世的时是甚物款？像牧师出世的时是，我的爸爸拄得了癌症，所以家庭会使讲拢切落去，干那妈妈一个人咧负责这个家庭，也因为这个因果，感谢主有机会来信主，信主了，上帝祝福，我也会当诚做上帝工人来服侍，这拢是甲你的出世、甲你的家庭，有时拢有特别的关系。顶礼拜，这个真道新学院的院长我同学，伊就传一个地文地文章互我。伊讲信仰有时阵是甲咱的经验、甲咱的迄个逻辑、思考的逻辑、理性是拄对立的。但是信仰一旦安尼冒险踏出一步，咱会看到确实上帝信息、灵敏，甲伊奇妙应允的实现。这个实现佫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超过咱人所会当想的。伊这个短短文章我感觉也当伫咱今日圣诞节咧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可能甲咱的想法，伊是上帝的囝，道成肉体，应该出世伫阳宫，现在出世伫马槽，现在下伫马座，这么卑微，但是毋是照咱人的这个逻辑咧想，上帝伊奇妙的作为。今日这个故事就是咧讲到上帝伊奇妙的应允甲作为。头一个耶稣降生伫伯利恒，这是伫旧约就已经参悟的。咱今日读的2章第6节讲，犹大的伯利恒你伫犹大的这个城中，毋是第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对遐出来，
要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啊，这个就是伫弥迦书就已经旧约的弥迦先知就已经预言，伫第5章20到50讲，伯利恒以法他，你伫犹大这的城中是上界细，但是将来要有一位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做掌权的，伊的根基对古早对起头就有。哦，这个参悟就是咧讲耶稣基督。这个经文记载就是咧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伫犹大伯利恒，这是上帝计划，也是伊的应允。啊，伫中东的伯利恒哦，伫历史上常常咧战争啊，常常咧战争哦。咱若去以色列伯利恒，拄啊边仔尔吼。甲即摆以色列足接近，常常咧战争。但是若圣诞节来的时阵吼，战争拢会停，吼，因为和平的君王伫遮出世，大家拢望会当和平。那甲进前咧点灯的是牧师嘛有讲到，伫1914年世界大战的前一暝，不，圣诞节的前一暝吼。英国、法国的联军甲德军哦，伫遐咧对抗，差不多有30英里的即个范围吼，伫即个圣诞的前一暝吼，豆泉停火，足侪遮个兵就伫遐咧受因的迄个受水分的、受迄款个毁坏的即个因营地有足侪过身的兵嘛，甲伊收尸，甲伊埋葬。因就无够有战争。大家吼嘛毋知讲对方到底是啥物。即个暝若深，即个德国的兵就开始点蜡烛。点蜡烛，点了就开始，那甲咧唱咱头拄仔咧平安眠。哇！即个歌大家咧唱。这个歌声一个唱哦，哇！对面的英国哦、法国军队伫遐拍扑啊，吼，嘛是咧甲因圣诞恭喜，吼。隔天哦，这个德军、法军哦，因着大家迄个知影讲，咱即马无要烧钱，咱即马大家吼，拢咧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因着去到中华的所在，甚至大家吼。将武器放落来，大家伫遐分享食物，大家交换礼物，哇！伫当时的即个战争中间吼，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会当毋免钱，大家会当唱歌，会当食物件，会当换迄个礼物，换你也好，即个和平实在有够好，哦，所以即个代志。诚做一个圣诞上界水，今日还阁咧流传的故事。兄弟姊妹，这个伯利恒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所在，但是是耶稣的起源。咱想起来讲足奇妙，伫这充满战争的所在，耶稣降生伫这个所在，伊阁是和平的君王，伊要带和平互人。现在出世伫伯利恒。那早一个月慢一个月，代志就无共啊。毋过伊的爸爸妈妈就是伯利恒的人，倒来即个所在爱报户口所以因着拄仔来到即个时阵，玛利亚已经生产的期到搁去到旅店无所在，所以嘛出世伫伯利恒，搁出世伫马条。兄弟姊妹，咱今日教会第2场要举行迄个洗礼式咱有60位的大人甲囡仔，要成做咱教会的新人。我相信有人来到教会，有人接触到教会人上帝嘛是拄仔好迄个时间，所以互伊会当听到即个福音，伊会当得到即个道理，伊阁欢喜要来信耶稣，伊要来洗礼进入教会。伫即帮洗礼中间有一个是咱教会即个费用弟兄伊嘛真
拄好伊上班的所在，伊休困，就当伊啊即个河堤公园，拢会去遐运动。竟然会去拄着一个已经退伍了的一个姊妹，伫遐开讲，就讲到即个信仰嘛上帝奇妙做工，伊就带来咱教会做礼拜，已经从旧年到即马拢来做礼拜，伊嘛感觉即个福音入伊的心，即个真理入伊的心，伊有愿意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互伊会当受洗进入教会，所以到底是甚物款的会做成即款代志，其实拢无人知，拢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甲计划。兄弟姊妹，这拢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甲计划，因为圣经讲上帝爱万人得救，伊无爱一人沉沦。所以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互信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这个应允，唔知当时要临到这个无信的人，咱唔知，但是咱相信这是上帝伊奇妙的作为。搁第二，耶稣唔若出世伫伯利恒，搁出世的时，搁伫马条，搁迄伫马槽，最近有一位牧者伫迄 FB 播一个短短的诗，当然这嘛是伊的心情，嘛是耶稣基督降生带来恩典这个诗这可能台语可能我也无好读这拢是国语的诗啦伊讲，咱做来读好无来，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痛楚，你我都想幸福，都在寻找救赎。记得受过悲苦，难忘饱尝孤独，想向生命说不，直到看见出路。圣哉，耶稣基督，人称生命救主，轻看卑贱羞辱，谦卑舍己为仆。圣哉，基督耶稣。真光划破虚无，万有降世马屋，恩典从他而出。这诗就是咧描写，咱伫世间当然有苦难，有艰苦，大家拢较无幸福，大家拢真孤单，大家拢真艰苦好像头前光明无出路，但是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谦卑做奴仆出世伫马条，但是恩典甲真理拢对来这个短短诗其实嘛是咧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真正就是这拄好来到伯利恒，伊生产的机构这个旅馆无所在通回住，只有剩马条的所在。竟然去住伫马条，搁出世用布包的，下伫即个马槽的所在。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伫小小的伯利恒，伫卑微的马槽，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竟然出世伫即个所在。这拢是非常的奇妙。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嘛是对旧约的预言，因为。有君王要对伯利恒出，但是咱无想到伊会出世伫马条。但是咱若对圣经先知的话，咱若去查时，咱会知讲，上帝伊愿意安尼做，咱会上帝欢喜安尼做，咱天顶的阿爸为着听咱，伊欢喜安尼做。伫以赛亚书57章15节讲。因为迄个至悬至上永远存在，名称作圣的，安尼讲，我踮伫极悬的所在，但是我嘛甲迄个心灵谦卑痛悔的人相较大，甲谦卑的人的灵，伊要互伊会当醒起来，互痛悔的人伊的心会当醒起来。这个经文甲咱讲清楚，上帝虽然伫悬悬的宝座，毋过
伊欢喜伫谦卑的人的心中。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伊降生伫即个马槽，那对咱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特别属灵的记号。道成肉体，住伫人的中间，伊阁欢喜住伫咱的生命内底。无论咱的学识、咱的地位、咱的财富，咱若心内谦卑，咱甲主讲：主啊，欢迎你来，主啊，请你来，踮伫我内面。耶稣基督会当甲咱相结点。兄弟姊妹，咱今日伫即个圣诞的主日，望咱嘛当谦卑讲：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欢迎你，你踮伫我的心内，咱心内会当有空位，互主耶稣基督来住伫迄内面，互咱的心有宝座，互主耶稣。我相信咱的人生无共款，有主耶稣的同在，有主耶稣的引带，的确有上帝恩典要充满伫咱。第三，咱今日对即个故事吼。耶稣基督降生的时，这个博士是安怎会当去到这个所在去找到耶稣？迄路拢找无。这个博士竟然找到，就是有星的引带，佮该献上这个黄金、乳香、物料做礼物这是咧献予君王、祭司、先知的一款的礼物来送予伊来尊重伊。所以伫路加福音第2章8节到11节，讲伫伯利恒的旷野有各样的人，因伫米市伫遐咧过赏羊群，有主的使者因显现，主的光照伫四周围，这个各样人足惊吓。天使讲免惊，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是关于万百姓的。今日伫大必的城有。出世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兄弟姊妹，这个咧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各样的嘛是天使来该报好消息。这个博士就是这个星，看到这个星，所以特别互这个星该带路，竟然去到主耶稣的所在。兄弟姊妹，今日主耶稣要出世伫所在，伫什么所在？伫伯利恒，咱就要坐飞机去。咱也伫迄个马槽，毋着爱去即个后里的迄个马场较有。但是兄弟姊妹，今日咱咧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其实耶稣基督就是降生伫咱的心内。咱免啊将即个耶稣基督降生会当报互较一人知。咱免啊诚做咱甲像迄星咧带路，互人来找到耶稣。这就是咱今日所应爱做的。宗教改革家这个罗德马丁吼，伊有一年的12月暗时，伊经过一个树林，看到树吼，因的落雪白白雪，有迄个青光吼射出来，非常的水，非常非常的水，所以伊就将这种的看到的水的景致。伊要来望讲，哇！这个圣诞节吼，会当带来到伊的厝。不过厝的都无光无迄个迄个青光无迄个水所以伊就点蜡烛，叫厝内人想象耶稣降生的这个景象，分享这个耶稣出世的欢喜，所以就用这个树来装它，这就是圣诞节的这个圣诞树，甲这个灯的一款的由来。兄弟姊妹，咱的外口拢有一丛圣诞树，内底嘛有足侪装它，特别面顶拢会有一个星。其实这就是一个装它，毋过就是咧象征咱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就是有这个星咧带路，这个博士才会找到耶稣。所以，咱伫圣诞节，望咱嘛会当亲像迄个星共款，会甲足侪仰捌耶稣的人，会当互伊找到耶稣。最近拢有人咧迄个
传福音，福音了有受挂，就有洗礼，进前来咱高雄中会分享台北中山教会，伊嘛是一间真认真传福音的教会，所以这帮嘛是，我有几十个大人囡仔洗礼入教会，伊特别写一篇咧讲旋转这人会来信主。伊讲得救的灵魂背后，其实拢是有一个坚定听主的门徒。伊讲今日是教会洗礼日子，当人伫主的面前讲我愿意，欢喜受洗，成做主的百姓，进入主的教会。伫这个过程中间，是因为足多人真听主，为着要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付出耐心，付出听心，来得到这个宝贵的灵魂。这个中间有人陪看医生，一边搁一边听心的陪伴，帮忙做代志，互因有时间来参与伫这个聚会，互因安静聆听，安尼听讲话，无管讲因一遍一遍搁伫遐埋怨，搁伫遐吐口水，你嘛得接纳伊的情绪，搁会当分忧解劳，互迄个可能是苦过面会变做欢喜关心伊的工作，为着伊的工作有拄着困难来祈祷，必须祈祷，搁欢喜分享伊可能伊的需要，无论是迄个物质的物件，还是请伊食饭，这个拢是这个有听心的门徒，因传福音的故事，透过因会当互这个宝贵的灵魂来进入教会。咱今日要洗礼，其实就是有足多人有这款的付出，因听心的服侍，因好的见证，就会当带人进入教会。所以要真做这个请，就是讲，咱就爱听主，咱就爱听人，咱要有好的见证，自然的咱就会当带人来信主。伊讲每一种幸福的背后，无是有徛着一个安尼喙齿高昂、坚定的灵魂，这是一句人咧描写的话啦。每一个幸福的背后，就是有一个安尼喙齿高昂、坚定的灵魂。但是咱要讲，每一个得救的灵魂背后，就是有一个安尼非常坚定听人的门徒，透过伊，互这个人得到救。兄弟姊妹，咱咧庆祝圣诞，咱欢欢喜喜，因为咱得到耶稣基督救恩，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望咱知影，透过耶稣奇妙降生，伊出世伫伯利恒，伊出世伫马槽，但是伊更加欢喜出世踮伫咱的心内。嘛踮伫咱的心内，嘛会当踮伫咱的厝，会当踮伫咱工作的所在。望咱会当诚做，毋是干那圣诞树迄个青伫遐摆水的，咱就是那像带朴树来找着耶稣迄个青，咱也会当带搁一个人来认捌耶稣，来信耶稣，来得救，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成做上帝的百姓。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这个圣诞节期，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会当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也互耶稣基督的降生，毋是2000多年前的代志，也是即摆的代志。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踮伫人的中间，伊嘛要踮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内面。咱会当互伊做主做王来掌管，互耶稣基督做咱家庭的主，带领咱的家庭来敬拜伊。咱伫工作的所在，
嘛会当透过咱好的见证，互人看见耶稣基督活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内面。透过咱的听心，透过咱好的见证，会当互接一人会当听到福音，会当来归向主。主啊，求你来感动今日有真济来到油厂教会，透过做一人引带，要来领洗礼入教会。主啊，拢得到你的祝福。主啊，阮也会当搁诚侪欢喜传福音的人，望互较侪亲人朋友接触的人，也会当得到这个福气。主啊，求你赐福阮，互阮得到恩典，互阮得到福气，互阮伫过来新的年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诚做阮年冬的冕旒。主，阮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求你也互阮每一人因的信靠你来得到福气，互阮的所做照你所应允，凡事行通顺利，身躯勇健，亲像灵魂勇健一样。主要所赐予阮软弱的肢体，拢会当身躯得到恢复，得到勇壮。伫这个寒冷的冬天，保护阮的长辈，互因的身躯拢有平安。主啊，保护阮做这伫癌症治疗中的，主啊，你也有恩典，互因无后遗症，互因有好的效果，会当恢复健康。主啊，阮中间有人因为车祸意外扫地长老、礼仪执事，感谢主，互因无过头大的伤害，互因也会当紧紧得到恢复勇壮，继续来服侍你。所以，阮伫这个圣诞特别也想到伫美国，过去也捌伫阮中间参服侍真短3个月时间，谢勇的牧师，伊这个年老，因为伊的免疫力低到常常的换血，带来足多困扰艰苦，愿你怜悯，愿你医治。所以，阮恳求你施恩伫阮的中间，特别伫阮的国家有真侪这无和谐，甚至无平安。阮看见台北发生的这互人真艰苦心的代志，有人突然间失去性命，有人受重的伤害，主啊，足多人的心受伤。愿你的医治伫阮中间，愿你的平安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你出世伫因的心内，主啊，互因会当知影有一个听阮世间人的救主，伊毋但要医好阮的伤心，伊也要医好阮的各种的病症，伊阁要救赎阮，互阮脱离死亡。伊将永远我的福气来赏赐互阮。主啊，所感谢你，求你伫这个圣诞的日子赐予阮，也阮会当诚做主迄个请带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要来奉献，请祭司进前来服侍。兄弟姊妹，咱若有要特别圣诞的感恩的奉献，咱有圣诞特别的奉献录啊，请咱来使用。大家起立来唱奉献诗歌。我
爱的天父，感谢你伫阮生活中丰盛的供应甲看顾。愿圣灵保守阮常常知足，伫阮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阮的感恩。愿天父欢喜阮的奉献，阮的奉献诚多芳芳的祭，祝福伫时间上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祝福车恳。请陈牧师，他恁通平安去，愿道成肉体耶稣基督圣诞的欢喜充满伫恁的心，伊的恩典充满伫恁的生命，伊的祝福充满伫恁的家庭。愿主爱爸上帝永远甲恁三甲地的爸带领恁日日的生活，拢有伊的祝福，以及圣神保惠师甲恁三甲地的。做恁的帮助，帮助恁的心思意念，帮助恁的思考判断，帮助恁的生活步调，互恁所做大项拢会当下伫伊的心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